新伫高雄有民众报案，伊讲伊的车去卡踏车弄着，对方说是随着选去。即马警方嘛有调出迄当阵事故的画面，说因为卡踏车毋是有动力的交通工具，所以无算犯刑法弄着人逃走的规定。干来当照骑车乌白转弯，该罚300块至1200块。青顶道小客车直行，边仔骑脚踏车的负责人煞雄雄倒弯，弄到小客车的正边。负责人骑了后，直接骑走。小客车驾驶赶紧报警，调阅监视器了后，确认双方确实伫小港区康体新路甲高雄路遇到。驾驶这个负责人肇事逃走，不过警方无法度照涉嫌肇事逃走甲送办。本所依规定受理，并调阅路口监视器，了解案发经过。 并联系脚踏车驾驶人。原来刑法内底规定，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，使人伤害逃走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不过负责人骑的是脚踏车、小乌慢车，不是动力交通工具，无肇事逃走的问题。敢来当以交通事故车损案来处理，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中，脚踏车无照规定转弯，罚负责人300至1200，不太合理。 对，也是要那个啊赔偿啊，造成人家的那个啊受伤还是什么？态度问题吧，或许自行车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小，但是就是一个态度问题。 脚踏车甲人压着离开，无算肇事逃走，真侪民众无了解，拢认为应该爱留伫现场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发生交通事故，无论车损是毋是严重，还是谁的责任较大，拢应该报案了后，交由警方来处理，避免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同款。